再來看台南七股的四空水門呢，是來發生釣魚客潑落水失蹤的意外。昨日出代志一直到今呢，這消防局要是找無人，也因為這個個案拄啊好是天文大樓，所以敢是因為無熟悉這在地的地形，才來出這個意外，要愛等待相關單位進一步來釐清。海鶯拍上花邊，消防海巡所有人員一直來回行，要找失蹤釣客形影。經過了解，13下晡有一個少年人對時大來遮釣魚，哪像是因為無熟悉在地流水的變化，無小心潑落海底找無人。搜救單位接到通報了後，開始搜救。提出海口有發現失蹤者的鞋仔，敢若唔望會當趕緊有好消息。但是困難點就是說，他現在場域太大了，然後他有不知道卡在什麼地方，所以現在也是難以搜尋。然後我們就借助空拍機。代志就發生在台南七股區豐盛小四空水門這帶，搜救隊對發生代志迄天一直到15透早，繼續咧岸邊海面和空中擴大咧找。實際轉去到現場，平常時毛白少釣客來遮，這幾天拄好撞到大樓，流水的關係尚無差2公尺。在地釣客嘛坦白講，這段期間的水流真強，袂使講笑節。我可能過掉了。迄邊迄地皮是像我迄邊迄水門地，伊個水門地在釣的。釣，要安怎講啊？安全，家己本身安全來顧啦。西南部沿海的東石還有布袋的潮位，在今明2天在滿潮的時候，潮位會高達大約1.7米左右。那北門將軍到安平一帶，大概也有超過1米的潮高。中央氣象署台灣南區氣象中心呼籲，這幾天拄好是天文大樓，也一直到拜五，沿海地勢較低的所在，唔愛注意海水倒灌，民眾嘛愛提高警覺，注意自身的安全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